南投。最近是这个奶子甲零景蜜的采收期，有真侪蜂农到中寮乡的山区来采蜜。但是3月份的雨水真高，气温阁偏低，目前前2期的采收唔是真理想。蜂农是希望讲未来2礼拜会当维持着好天气，安尼才会当采到阁较侪蜜。 今年采蜜的情形真歹，工人哪整理蜂箱，哪一直海头，因为3月气温真低，佮定定落雨，互林荫花开花煞无吐蜜，即马采收的蜜比去年同期减1半以上。热嘛，它就会有产生能量。 它就会吐蜜，白天有28度哈，就非常正常。南投和中寮地区种真侪林荫树，即马到第2期采收期，本来想讲今年的蜜的产量会真好，这就会当弥补去年的损失。想要到煞参加喜乐嘞。以前正常是200多箱要采5桶，第1期，现在呢没有了。 蜂农讲希望天公伯也加斗3工，接下来2礼拜拢会当有好天气，互林荫花会当正常吐蜜，增加因的采收量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